開放後，全面打通由堅尼地城至筲箕灣約13公里嘅海濱，貫徹先駁通後優化嘅理念。我哋計劃第二季就堅尼地城海旁興建新行人通道進行諮詢。紅磡站附近海濱用地今季陸續開放後，九龍海濱長廊亦將延長至約15公里。推動城鄉共融，為配合無處不旅遊同埋推動城鄉共融，我哋建議撥款2億元，推出北都城鄉共融基金先導計劃，鼓勵非政府組織同埋相關團體推展鄉郊旅遊項目，為鄉村帶嚟經濟活力。體育產業，香港運動員喺國際舞台上表現卓越，去年更喺全國運動會中取得9金2銀8銅嘅歷史佳績。我哋將會投放更多資源，積極推進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專業化同埋產業化。我哋會向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嘅體育部分注資12億元，進一步推動體育發展，包括強化隊際運動項目運動員嘅培訓，提升教練嘅專業水平，以及支持同埋拓展更多元化同更高級別嘅體育賽事在港舉行。我哋會繼續通過 M 品牌計劃推動體育盛事化同埋產業化嘅發展。我哋會繼續聯同啟德體育園公司，爭取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同埋活動。文創產業，我哋致力推動文化藝術同埋創意產業發展，至今已向創意智優計劃同埋電影發展基金合共注資超過90億元。高端藝術品交易樞紐，我哋正係積極打造香港成為全球高端藝術品交易樞紐，短期內將敲定與巴塞爾藝術展未來5年嘅合作安排。香港係全球3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為強化優勢，我哋已開展研究，聚焦融資同埋人才等範疇，預計年內完成。加速綠色發展，我哋會積極配合國家雙碳目標同埋綠色低碳發展策略，全力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同埋企業綠色轉型。綠色產業同埋轉型需要資金、科技同埋人才嘅支持，為香港帶嚟龐大嘅商機。邁向雙碳目標，我哋正係積極落實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爭取喺2035年前將碳排放量從2005年嘅水平減半，並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綠色科技，低碳綠色科研基金成立以嚟，政府共注資4億元，批出多個項目，包括氫燃料生產同埋儲存、轉廢為財等技術。其中一個大學團隊已將新研發嘅工業廢水處理技術推廣到大灣區同埋長三角地區。另一個團隊正係計劃同氫燃料電池企業合作，推廣新型燃料電池堆嘅技術。氫能發展，我哋會根據香港氫能發展策略，制定氫能標準認證，現正就框架諮詢業界，目標係對接內地同埋國際嘅認證體系，讓香港成為綠色低碳氫能技術同埋產品輸出海外嘅示範窗口。政府5月舉辦氫能週，促進國際交流，並會組織海外專家到內地考察氫能嘅應用同埋發展。綠色金融，為鞏固同埋提升香港國際綠色金融中心嘅地位，政府將繼續發行可持續債券，構建有利嘅監管環境，同埋加強跨界別嘅合作，包括落實香港可持續披露準則。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正係就相關核證嘅監管框架諮詢公眾。金管局不斷完善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
以更有效回應相關項目嘅融資需求，加速區內嘅低碳轉型，並爭取喺年內制定銀行綠色轉型規劃指引。我哋將會支持同內地以及國際多邊金融機構探討喺香港設立綠色科技項目加速器，支持綠色科技項目喺一帶一路地區孵化、加速同埋發展，為香港嘅綠色金融服務提供創新嘅案例。我哋亦都會研究喺企業同意下，便利金融機構獲取其公用事業用量相關數據，提升綠色融資同埋風險評估嘅效率。綠色城市 iPark， 香港首座都市固體廢物轉廢為能設施 iPark One 已經喺去年底陸續投入服務，全面運作後可每日處理3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以及每年向電網輸出超過4億度電，足夠10萬戶家庭使用。連同規劃興建嘅 iPark 2，我哋正係穩步邁向零廢堆填同埋碳中和嘅目標。減廢回收，我哋會預留資源，由下年度起啟動5年計劃，從3方面優化同埋提升回收設施。第一，擴大回收網絡，逐步將綠在區區轉型為全天候自助回收設施。第二，善用科技，從廢物中提取有價值嘅物料，並轉化為可供製造環保產品嘅原材料。第三，建構智慧化回收網絡物流系統，提升成本效益同埋效率。電動車，我哋會繼續推動電動車嘅使用，電動商用車、電動電單車同埋電動機動三輪車嘅首次登記稅繼續獲全數豁免至2028年3月底。考慮到現時電動私家車技術成熟、供應充足、車款增加同埋價格逐漸下調，電動私家車已具備市場競爭力。電動私家車嘅首次登記稅寬減安排喺3月底屆滿後不再繼續，環境及生態局稍後會公布有關詳情。漁農業可持續發展，我哋持續推展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漁業方面，黃竹角海同大鵬灣新魚類養殖區現代化海魚養殖場已啟用。漁業持續發展基金會繼續支持種苗研發同埋增設本地漁產品加工設施。農業方面，上半年將選定經營者，喺羅湖興建同埋營運首座多層式環保養豬場。土地及房屋供應，北部都會區。北都對促進香港社會同埋經濟發展及提升競爭力至為重要。政府正全速推展北都，為房屋創科同埋產業發展提供空間。土地發展與建設，首批新田科技城嘅創科用地及洪水橋嘅大學用地將於年內完成平整。我哋下年度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啟動牛潭尾新發展區同埋新田科技城第一期、第二階段發展嘅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以及古洞北政府聯用綜合大樓等項目。政府上月成立嘅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將通過直接參與同埋公私營合作，發展同埋營運洪水橋約23公頃產業用地，以加速產業導入。我哋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注資100億元作為起始資金，以支持公司初期營運同埋發展需要，讓佢喺年中投入運作。多元發展模式，我哋以創新思維加速北都發展，包括以片區模式加快新發展區嘅批地。首個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現正招標，就地價繳付亦引入彈性安排，例如容許以政府已收回嘅北都土地抵消部分地價，
以及分期支付地價等。呢啲措施連同按實際興建樓面面積及選定用途釐定補地價金額嘅按實補價，提供較長年期嘅政府租約等，可緩減企業開發土地嘅現金流壓力同埋不確定因素。我哋會繼續為北都產業用地同主要發展項目制定合適嘅批地同埋融資安排，並全力招商引資，吸引高質素嘅企業落戶。專屬法例及行政措施並行，政府將於短期內就加快北都發展專屬法例嘅建議諮詢公眾，目標係年中提交條例草案。此外，北都專案監督辦公室將加強協調並訂明審批期限，加速推進北都大型私人項目嘅發展。有關行政安排亦適用於北都以外嘅項目。土地供應，未來5年，我哋會準備可興建約98,000個私營房屋單位嘅土地。來年賣地表包括9幅住宅用地，加上鐵路物業發展、市區重建局及私人發展同埋重建項目，預計全年嘅潛在土地供應可供興建約22,000多個單位。但係我想特別強調，用地嘅具體推售安排會審慎參考市場同埋其他情況，按季公佈，讓到市場平穩發展。考慮到非住宅物業市場空置率、現時及未來供求情況，政府來年繼續不推售一般商業用地。另外，港投公司將會與區域同埋國際嘅長期資本合作，引導資金投向符合香港產業定位嘅優質商業物業項目，並把有關項目與目標行業嘅企業對接。發展局亦正邀請市場就3幅發展專上教育學生宿舍嘅用地提交意向書，視乎市場反應推售相關土地。房屋供應，連同簡約公屋，本港未來5年總體公營房屋建屋量約196000個單位，較本屆政府上任時嘅5年期增加超過80%。簡約公屋去年共落成9500個單位，穩步邁向2027-28年度前完成約3萬個單位嘅目標。簡樸房規管制度3月起實施，過渡安排為期48個月。私營房屋供應方面，我哋預計今年起嘅5年內，私人住宅單位每年平均落成量約17000個，較過去5年嘅平均數減少約8%。未來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潛在供應量約為104000個。基建發展，運輸基建，政府剛公布運輸策略藍圖，提出本港交通運輸可持續發展策略同埋具體建議。藍圖以公共交通為核心，強化跨境運輸基建，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並擁抱智慧轉型，更便利市民同埋旅客。我哋正係推展一系列鐵路、主要幹道同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形成8縱8橫嘅佈局。當中，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已經通車，餘下嘅九龍灣段工程預計年底完成。屆時油麻地往來將軍澳只需12分鐘。鐵路方面，古洞站、東涌綫延綫、洪水橋站、屯門南延綫以及小蠔灣站等項目將於明年起陸續落成。我哋正係爭取北環綫主綫同埋支綫喺2034年或之前同步開通。至於港深西部鐵路洪水橋至前海段，
預計明年為詳細設計及建造工程招標，目標係2035年開通。此外，位於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項目，預計今年招標。我哋亦全速進行北都公路嘅勘查研究，將優先推展新田段，目標係喺明年為主體建造工程招標，爭取喺2036年或之前開通。建造專業發展。機械人應用，我哋已要求公務工程喺合適工序採用建造機械人。建造業議會亦會提供相關培訓，推動業界善用機械人，推動創新科技應用。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推動業界廣泛應用創新科技，提升生產力同埋工地安全，減低建造成本。我哋會注資10億元，繼續支持業界發展。新工程合約模式同埋安全智慧工地系統，我哋正係同前海管理局積極探討喺前海試行香港嘅新工程合約模式同埋安全智慧工地系統，助力內地工程合約同埋管理體系與香港和國際對接。建築標準對接，我哋會參考國標同埋海外標準，進一步提升本港建築規範，同時利用香港國際化嘅優勢同埋經驗，共同構建大灣區建築標準，並協助國標進入國際市場。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為推動應用研發同埋加強控制成本，我會預留1億元。支持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開展多項研究，包括建築標準嘅檢視同埋 AI 應用等，減低建造成本。發展局正係優化採購模式同埋精簡審批流程，減低建造成本同埋提升效益。例如簡約公屋組裝合成構件同埋污水處理廠機電設備嘅直接採購，節省咗約10%至20%嘅開支。房屋署自主研發嘅 BIM 系統化地基工程設計方案，為每座大樓平均節省約100萬元成本。此外，採用第2代組裝合成建築法以及本地開發嘅創新接合技術，亦都為公營房屋工程提速增效。關愛共融。大埔火災後續同埋相關工作，政府已為受大埔火災影響人士提供全方位支援。我哋亦剛公布後續嘅長遠居住安排，並為此預留40億元。為減低樓宇維修工程嘅圍標風險，市建局下半年會推出加強版招標妥，除提供更嚴謹嘅預審名單外，亦為業主就聘請顧問同埋承建商提供專業意見同埋支援。此外，市建局會提供資助，鼓勵業主善用招標妥嘅收費服務。呢2項措施，我哋建議向市建局撥款3億元。發展局正係全面檢視樓宇更新大行動2.0，制定全新嘅資助計劃。我哋會為此預留30億元，我哋亦會撥款10億元，延續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為業主提供資助。關顧長者，政府下年度起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增加4000張到16000張，以及把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增加1000張到總數7000張。預算每年開支分別約12億同埋19億7000萬元。政府同時會推動長者照顧服務市場進一步發展，促進政府資助服務同埋市場嘅自資服務並行，提升整體嘅服務容量。政府一直為跨境安老提供支持。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
本月起新增2家至到26家，覆蓋大灣區內9個城市。去年底亦推出為期2年嘅醫療補貼試行安排，上限為每人每年門診費人民幣1萬元及住院費3萬元。此外，政府年中將推出新安排，讓參與廣東計劃、福建計劃同埋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嘅長者，可選擇由政府將款項直接匯入佢哋指定嘅內地銀行戶口。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去年公布咗30項措施，大部分已取得成果。政府會繼續同業界緊密合作，推動銀髮經濟。支援青年，我哋會為青年提供更多內地同埋海外交流同埋實習機會，包括推出全新嘅傳媒專題內地實習計劃，並會額外撥款6000萬元，持續推展民青局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我哋將為大專生提供約3600個喺政府部門同埋公營機構嘅短期實習機會，讓有志於公共服務嘅年輕人累積經驗。婦女發展，由下年度起，婦女自強基金嘅年度撥款會增至3000萬元，以促進婦女嘅全面發展。支援在職家庭，為加強支援在職家庭，資助獨立幼兒中心服務名額已超過1530個，較去年增加約12%。支持殘疾人士，政府會加強康復服務，喺下年度增加約450個日間住宿同埋學前名額，涉及額外開支每年約1億0700萬。政府亦會為接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嘅學童，喺升讀小學後嘅第一個學期提供銜接同埋支援服務，涉及額外開支每年約2億6000萬元。促進就業，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反應理想，自推出1年半以嚟，已錄得超過37000宗就業個案。下年度嘅撥款會增加至2億2200萬元。中高齡就業計劃鼓勵僱主聘用年滿40歲或以上人士，並提供在職培訓。僱主聘用每名合資格人士，每月可獲發放最高5000元津貼，為期3至12個月。計劃去年資助咗4500宗個案。此外，再培訓局去年亦為50歲或以上人士專設2項新培訓課程。優化醫療服務，推進基層醫療。政府會深化社區基層醫療，推出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擴大篩查到乙型肝炎等病種，強化跨專業協作，並完善醫務化驗同埋放射診斷等輔助服務。首5年目標參與人數約係70萬。政府亦會喺下半年推動社區藥物名冊同埋社區藥房計劃，方便市民。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亦會延長2年至2028年底。當長者喺同一年度使用醫療券支付檢查或者係慢病管理等特定基層醫療服務，累計達1000元，便可獲500元醫療券獎賞，涉及額外開支約10億元。推展公營醫療，第一個醫院發展計劃嘅16個項目將陸續完成。我哋正係按最新嘅人口結構同埋分佈，檢視第2個醫院發展計劃嘅項目，佢嘅規模同埋優次，並會適時公佈同埋有序推展。提升私營醫療，為提高私營醫療服務收費嘅透明度，
讓市民作出醫療決定前更充分掌握價目資料，政府年內會向立法會提交相關規例。公共財政。疫情期間，政府推出多輪大規模嘅逆周期措施，以撐企業同埋保就業。呢啲措施雖然穩住咗經濟民生，但亦導致出現數年嘅財政赤字。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強化財政整合計劃，通過嚴格控制政府開支增長，適度增加收入，同埋整合政府財政資源，同時加大發債規模，致力將政府嘅財政達至平衡。去年定下嘅目標係2026-27年度同埋2028-29年度分別喺經營帳目同埋綜合帳目達至盈餘。過去一年，我哋全力落實財政整合計劃，同時受惠於股票市場表現突出以及經濟增長加快，令印花稅同埋利得稅較原來預算合共增加近500億元收入。2025-26年度嘅經營帳目提前恢復盈餘，綜合帳目計及發債嘅淨所得則大致平衡。中期而言，喺2026-27年度至2030-31年度期間，經營帳目將持續維持盈餘。非經營帳目則主要因為基建開支處於高水平，每年仍會出現赤字。由於基建項目係投資香港嘅未來，我哋會適度增加發債，以滿足呢方面嘅資金需要。期內預計政府嘅儲備將會逐步增加到超過7000億元。整體而言，政府財政已有明顯改善。政府一直恪守《基本法》第107條量入為出嘅原則，致力喺經濟週期內維持收支平衡，確保公共財政嘅韌性同埋可持續性。持續落實財政整合計劃，我哋會持續落實去年財政預算案提出嘅強化財政整合計劃，主要原則為：一、以嚴格控制政府開支為主，開源為輔；二、保持香港簡單低稅制嘅競爭優勢，盡量避免大幅調升稅率或者引入新稅種；以及三、喺開源嘅時候，盡量體現用者自負同埋能者多負。嚴控經營開支，我哋會繼續嚴格控制政府經營開支增長，各政策局同埋部門會持續檢視資源分配同埋工作優次，並通過整合內部資源、精簡程序同埋運用科技，以更高成本效益為市民提供服務。我哋會按計劃推進資源效率優化計劃，喺唔影響綜援、公共福利金同埋法定開支嘅前提下，喺2026-27同埋2027-28兩個年度，每年節省政府經常開支2%，即係較2025-26年度分別再節省約78億及156億元嘅開支。公務員編制喺未來兩個財政年度，每年分別縮減2%。預計2026年4月1日，公務員編制將減至約188000個職位。本屆政府任期內將累計削減超過1萬個職位。就2026-27年度嘅公務員薪酬調整，政府將按既定機制進行薪酬趨勢調查，並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喺充分考慮6大因素後決定。增加收入，喺開源方面，秉持能者多付嘅原則，我哋將會推行以下措施：
1億元以上嘅住宅物業交易印花稅稅率將由 4.25% 調高到 6.5%， 影響約 0.3% 嘅住宅物業交易，估計每年可以增加約10億元收入。措施將於條例修訂草案獲通過後，追溯到明日開始生效。以及2，我哋去年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經合組織嘅方案，向年度總收入7億5千萬歐元或以上嘅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徵收全球最低稅，同埋實施香港最低補足稅。預計由 2027-28 年度起，每年可為政府帶來約150億元額外稅收。整合並善用財政資源，整合政府帳目以外嘅基金。按去年財政預算案，我已經從6個規模較大嘅種子基金中回撥咗615億元到政府帳目，以善用財政資源。我亦指示各政策局全面檢視其餘36個喺政府帳目外嘅特定用途基金，經審慎評估各個基金嘅實際情況，我哋提出以下嘅建議： 1. 修訂4個基金嘅財務安排，喺配合基金未來5年運作嘅前提下，將剩餘嘅資金回撥。 2. 結束一個已經完成政策目標嘅基金，以及結束2個可通過常規撥款機制更有效達至相關目標嘅基金，將剩餘嘅資金回撥。 3. 整合6個基金為3個，以提升資源運用效率。以及4. 維持其餘23個基金嘅財務安排不變。上述措施預計喺 2026-27 年度可以回撥約158億元到政府帳目。轉撥債券基金累計盈餘。債券基金喺2009年成立，一直喺政府綜合帳目以外，旨在配合推行政府債券計劃，發行銀色債券、通脹掛鈎債券、另類債券等。其中銀色債券喺2024年起已經改咗喺基礎建設債券計劃發行，發債收入存放喺基本工程儲備金。政府債券計劃發行嘅債券大部分將於今年年底前到期償還。截至3月底，債券基金嘅結餘約莫係1500幾億元，扣除未償還嘅債券餘額同埋利息支出後，約有370億元嘅累計盈餘。為咗善用呢個債券基金嘅盈餘，政府會向立法會提交決議，讓債券基金嘅累計盈餘喺26-27年度轉撥到政府綜合帳目。轉撥外匯基金嘅投資收益。外匯基金去年嘅投資表現創下歷史新高，全年投資收益達3300億元。截至去年底，外匯基金總資產超過41000億元，規模足以維持香港貨幣金融穩定。我建議根據外匯基金條例，喺不影響外匯基金保持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穩定健全嘅前提下，從外匯基金將1500億元喺未來2個財政年度每年轉撥750億元去到政府嘅基本工程儲備金，以支持北都同埋其他嘅基建項目。發行債券。去年施政報告宣布，政府未來2至3年額外預留300億元
加大工程開支，持續帶動經濟發展。政府喺2026-27年度基本工程開支預算約係1280億元。喺中期財政預測期間，基本工程開支將會維持喺相若嘅水平。政府自2019年度起發行綠色債券，並喺2024年起推出基礎建設債券，發債所得嘅資金既能投資於基建項目，亦能促使本地債券市場嘅多元發展。因應政府要加快推進北都建設同埋其他同經濟民生相關嘅公務工程，我哋計劃將兩個債券計劃嘅合共借款上限由去年公佈嘅7000億元提升至9000億元。未來5年，我哋將每年發行約1600億至2200億元嘅債券，其中大約一半用喺為近年發出嘅短期債務再融資。我哋日後將發行更多較長期嘅債券，讓現金流年期同工程項目嘅資金需要更加匹配。喺中期預測期內，政府債務同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將會由14.4%升到19.9%，遠低於大部分先進經濟體，屬非常穩健水平。我再次強調，政府發債所得資金只會用在基建投資，唔會用喺政府嘅經常開支。2025-26年度修訂預算，2025-26年度政府嘅整體收入修訂預算係6888億元，較原來預算高咗4.5%。受惠於股市交投活躍同埋經濟加快增長，印花稅嘅收入修訂預算係995億元，較原來預算增加約319億。利得稅較原來預算增加約168億元，而薪俸稅保持平穩。修訂預算分別為2090億元同埋970億元，反映香港經濟嘅韌性強勁。然而，由於住宅物業市場剛回穩，商業物業市場仍然相對疲弱，令政府嘅地價收入處於低水平。修訂預算係175億元，較原來預算少35億。2025-26年度政府整體開支修訂預算係7892億元，較原來預算低330億元。其中經常開支係5724億元，較原來預算低157億元。2025-26年度政府經營帳目將由原來預算約30億元嘅赤字，轉為錄得513億元嘅盈餘。非經營帳目即由於地價收入處於低水平，加上提速推展北都同埋其他經濟民生相關嘅公務工程開支，仍會錄得赤字。計及發行1550億元政府嘅債券，而同時又償還517億元到期嘅款項後，我哋預計綜合帳目將由原來預算嘅670億元赤字，轉為錄得29億元嘅盈餘。財政儲備喺2026年3月31日預計係6572億元。2026-27年度財政預算，去年施政報告宣布嘅主要政策措施，共涉及74億元嘅經營開支、320億元嘅非經營開支，以及200億元嘅財務承擔。另外，亦會減少13億元嘅收入，
相關措施嘅財務影響已經喺2026-27財政預算充分反映。2026-27年度政府整體開支將會上升6.9%至到8434億元，相當於名義本地生產總值嘅24.2%。2026-27年度經常開支將會增加4.8%至到5997億元，其中民生相關政策範疇，包括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同埋教育，投放仍然龐大，合共3571億元，佔經常開支近60%。非經常開支將會增加36.9%到405億元。2026-27年度嘅整體收入預計係7652億元，入息及利得稅預計係3212億元，較2025-26年度修訂預算上升22億。以2026-27年度嘅賣地計劃同埋土地供應嘅目標為依據，地價收入預算係180億元，較2025-26年度修訂預算上升5億。印花稅收入預算約為1010億元，較2025-26年度修訂預算上升1.5%。另外，從政府帳目外設立嘅基金回撥返嚟約係158億元，從債券基金累計盈餘同埋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分別轉撥返嚟嘅有370億元同埋750億元。2026-27年度經營帳目預計有約119億元盈餘，非經營帳目預計597億元嘅款項後，年度綜合盈餘預計係221億元，財政儲備將上升到6793億元，支援市民同埋企業。為向市民同埋企業提供支持，並考慮到政府嘅財政狀況，我哋會推出以下措施：第一，寬減2026-27年度首兩季嘅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500元為上限，估計涉及315萬個住宅單位，政府收入將會減少約31億元。二、寬減2026-27年度首兩季嘅非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500元為上限，估計涉及44萬個非住宅單位，政府收入將減少約4億元。三、寬減2025-26課稅年度100%嘅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上限3000元。全港約212萬名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會喺2025-26年課稅年度嘅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53億元。寬減2025-26課稅年度100%嘅利得稅，上限都係3000元。全港約171000家企業受惠。有關扣減會喺2025-26年課稅年度嘅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會減少5億元。以及五、向領取社會保障金嘅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當於1個月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或者傷殘津貼，以及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會作出相約嘅安排，涉及嘅額外開支約係65億元。此外，我建議由2026-27課稅年度起，第一，
把基本免稅額及單親免稅額由132000元增加到145000元，已婚人士免稅額由264000元增加到29萬元，約有209萬名納稅人受惠，每年稅收減少約係35億6千萬。第二，把子女免稅額同埋額外子女免稅額由13萬元增加至14萬元，將惠及約36萬名納稅人，每年稅收減少約6億8千萬元。以及三，增加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嘅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嘅上限，將會惠及約83萬名納稅人，每年減少約9億7千萬元嘅稅收。具體嘅調整如下：供養60歲或以上父母或者祖父母嘅免稅額由5萬元增加至55000元，與父母或祖父母同住嘅所享有嘅額外免稅額會按同樣幅度增加。供養55至59歲嘅父母或祖父母嘅免稅額由25000蚊增加到27500蚊，與父母或祖父母同住所享有嘅額外免稅額會按同樣幅度增加。以及父母或者祖父母入住合資格院舍長者住宿照顧開支嘅扣除上限由10萬元增加至11萬元。中期嘅財政預測，中期嘅財政預測主要從宏觀嘅角度估算政府嘅收支同埋財政狀況，並以全面反映財政整合計劃嘅措施。2026-27年度至2030-31年度採納嘅實質經濟增長率係3%。喺呢個期間，政府基本工程開支平均每年係1200幾億元，經常開支則平均每年增加3.6%。整體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嘅比率，由2026-27年度嘅24.2%，逐漸下降到2030-31年度嘅21.5%。收入方面，利得稅、薪俸稅同埋印花稅等嘅收入嘅增長率，預計同未來幾年嘅經濟增長率相若。2027-28及之後年度嘅賣地收入，估計逐步增加到大概係本地生產總值嘅2%，仍然較過去20年平均3.2%為低，屬於一個保守水平嘅預測。總體而言，政府整體收入保持喺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20%嘅水平。此外，中期財政預測亦反映咗每年發行合共約1600億至2200億元嘅政府可持續債券同埋基礎建設債券，扣除償還債券款項後，每年發債嘅淨所得介乎570億至1170億元。基於上述嘅估算，未來5年嘅經營帳目均會錄得盈餘，非經營帳目因基建開支仍會出現赤字。計入發行債券所得，政府綜合帳目喺未來5年均會錄得盈餘。上述測算未有計及2027-28年度以後可能推出嘅稅務寬減或者其他紓緩措施。預計2031年3月底，財政儲備係7337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嘅17.3%，或者係大約10個月嘅政府開支。主席、各位議員，過去1年外圍風雲變幻，香港亦都經歷經濟轉型，部分行業仍面對壓力。科技創新，尤其 AI 嘅發展，帶嚟唔少機遇
亦都帶嚟挑戰。然而，香港一直係喺轉變中成長、創新中進步，展現出強勁嘅拼勁同埋韌力，無比嘅敏鋭同埋靈活。經歷不斷對變嘅本港經濟已經校準方向，穩步發展。香港中西薈萃，發展良好，簡單低稅，安全宜居，讓人才、企業同埋資金都匯聚。我哋要用好呢啲優勢，把握國家對香港嘅堅實支持，推動經濟提速增量，持續發展，為市民創造更好嘅發展機會，提升生活質素。今年預算案嘅顏色係紫色，代表咗優雅同埋魅力，亦代表咗冷靜同埋堅持，寓意喺瞬息萬變嘅外部環境中，香港經濟內生動力不斷增強，亦都意味住人們對幸福嘅期盼。明年係香港回歸祖國30週年，讓我哋堅定信心，策馬揚鞭，發揮好一國兩制嘅優勢，讓發展更加多元而包容，更豐富而精彩，為市民嘅美好生活不懈奮鬥，為中國式現代化作出更積極嘅貢獻。多謝各位。我現在向各位提出嘅待議議題係上述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二讀辯論中止待續。喺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之前，預算案交付財務委員會審核。議員就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提出嘅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